嘅一啲困難啊，同埋一啲搗蛋嘅事啦。但係發夢見到你攞咗 number one 嘅嗰位朋友，佢本身唔係空中小姐嚟㗎係嘛？佢係男仔嚟嘅，都唔係空中小姐嚟嘅，唔係空中小姐，完全唔係航空業嘅，唔係㗎，唔係㗎。咁佢係好迷戀空中小姐咧，定？佢有個空中小姐女朋友，咁都啱數，同埋近榜少少。咁你歌詞內容講空中小姐嘅喜與樂啊，係咪就係取經於呢一位朋友嘅咧？其實自己全部幻想出嚟。因為咧，即係我哋成日都好睇一啲表面嘅嘢啦，即係譬如覺得啊，空中小姐好靚啊，應該即係好正啦，呢一個行業成日令到我哋覺得咁，但係原來入面係都有好多辛酸嘅嘢，你係睇唔到嘅喎。咁其實係咪真係咁想做空中小姐咧？你要諗清楚喎。咁反而你寫一首歌出嚟咧，係勸誡啲年青人啊！即係凡事唔好睇表面，你要入行咧諗多少少喎。咁樣咁所以入邊咧都寫咗好多可能大家遺忘咗或者冇諗過空中小姐係要 suffer 呢啲嘢嘅。例如就係行李好多啦，結果啲客人咧就你做咩唔幫我拱上去嗰個架度啊？咁樣係啊，真係好多投訴啊。係啦，但係而家其實咧好多空中小姐咧都唔會幫你拱上去㗎啦，因為啲空中小姐可能本身佢自己都唔夠高啊，咁樣啦。要個客人幫佢。係啦，即係例如有呢啲啦，又或者咧喺機上面有幾十位小朋友亂搞一通咁樣，咁你呢啲咁白嘅叫做畫面，你都寫晒落去首歌度㗎喎。係啊係啊。咁有冇結果最後俾翻你嗰個朋友嘅女朋友睇咧？冇啊，但係我嘅朋友就話呢首歌一定好硬咁樣。好啦，咁所以咧而家就究竟係頭先嗰首1號參賽歌，定係以下呢一首嘅參賽歌咧？以下呢一首咧就叫做空中小姐。係一開始都提過噶啦，嗱，兩首嘅主題已經聽到好唔同啦。一個就各有各路嘅，一個就真係好寫實地話俾你聽，空中小姐係一件咩事。咁而曲風方面都好唔同喎。嚟緊呢一首咧係有少少 jazz 味嘅，係啊 swing jazz 啦，或者叫做咁。你係中意呢一啲嘅少少 big band 聲啊，定係喺邊度攞咗個 concept 要寫一首咁樣嘅歌咧？因為咧我呢啲成日都亂諗嘢嘅咧，即係唔知幾時嘅突然之間就係嗰個 style 同埋成個嘅 melody 就係咁樣有靈感。就咁樣作咗出嚟嘅。OK，咁呢一首歌會唔會其實就係你10年嚟啊，即係等緊入行嗰10年嚟嘅其中一年嘅儲埋嘅作品嚟㗎？係啊，真係啊。咁其實你已經冇近期唔使寫歌㗎啦嘛？之前已經儲咗好多喺度，已經夠出4隻碟㗎啦，應該。都有，仲有一啲作品嘅。咁有冇俾其他歌手啊嗰啲作品？定係留俾自己先？有啲俾咗其他歌手。例如咧，我哋公唔公開得㗎？公開得，其實之前我有一隻歌係想俾自己唱嘅，就係B 哥哥嘅集體鼓舞啦。因為嗰首歌其實係我原本 demo 嘅主題咧，係叫做我在伴隨，係作俾一路陪伴住我支持我嘅朋友嘅。咁所以嗰首歌咧，我諗我每次唱都應該會喊。的確係啊，你唔係話經歷太多啊，係你真係等得太耐啊，即係儲埋咗好多你嘅心底説話，都足夠寫幾隻碟㗎啦。但我深信以下呢一首2號參賽歌咧就唔係嘅，係另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掙扎位啦。究竟 Chita 係應該派一啲自己嘅心聲啊，定係可能一啲開心啲啊？一聽落去已經好輕鬆嘅作品。等我咪去揀咯。my903.com 我哋叱咤樂壇嘅 forum 俾啲意見俾呢一位新人。嗱，一聽落去已經輕鬆好多啦，好配合今日嘅陽光啊！呢首歌曲叫做《空中小姐》。你很多這客人又過火，投訴這飛機餐未會意肚餓，仲有10幾位小朋友亂搞一通，快好坐，從上機開始笑容就要多，還要 check 清楚制服叫好叫座，願這位先生安睡在別問乜歌，願這位小姐不要亂叫，不需我再為你降火，投訴太多，懂得禮貌卻不多，空姐似容人似個老帝國，真不錯，雲兒空中多又多，窗口位人人都想返來坐，餐飲要頻頻送上，卻剩了很多，怎麼偏偏不覺不妥，長途飛機很累麼，馬士請教
想清楚。有陣時歌手派歌或者任何創作人啦，有陣時都驚寫一啲嘢咧，其實係太個人啊，即係太個人嘅時候，係啊，自己係會睇到喊啊，因為你經歷過啊嘛。咁但係如果人哋未經歷過咧，就好似覺得關我咩事咧咁樣，係咪？咁啊當然係兩樣嘢嚟嘅，有一啲咧就係哇大眾聽到都會開開心心嘅，好容易消化嘅，咁啊睇下你自己點揀啦。而家喺 forum 度咧，想唔想知道而家嘅走勢啊？即係1號參賽歌定係2號參賽歌？咁啊暫時咧有一位咧叫好難讀啊佢個名 Gilfredo 係大概係咁樣啦。我哋啱啱聽到原來你係咪靠人嚟㗎？跟住喺網上面 search 下你啲資料啦，咁跟住咧就寫咗好多嘢啦。咁你自己慢慢睇啦。最重要咧就係頭先聽一聽，雖然係半首，第一首參賽歌咧就可能未必係佢杯茶，咁啊第二首就開心啲喎。咁其實佢冇結論嘅。咁啊，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澳門人嚟嘅，我諗佢嘅意思即係無論第一或者第二首，佢都係支持你嘅。多謝。好啦，咁啊，大家咧可以俾一啲建設性嘅意見俾 Twitter 09第一個派台嘅女新人啦。咁啊，關於今年嘅女新人競爭對手方面，你暫時又知唔知道其他嘅候選單位咧？頭先知咗，係即刻上網睇嘛，check 咗先，係有啲咩人咧？有徐子珊啦，係啦，徐子珊係派咗個啦，詠喬啦，郭詠喬，即係星之天使，菠蘿，係，仲有邊個？仲有 Kiva 係舊年佢就派過歌噶啦，即係嚴格嚟講，其實佢係派歌早過你嘅，不過佢係屬於08年，但係佢08冇出碟，咁所以如果佢今年出碟咧，就撥翻落嚟今年噶啦。係啊，聽唔聽得明呢啲計算方法同埋遊戲規則？都聽得明嘅。好啦，咁啊對自己有冇信心先？有信心嘅，咁因為即係可能我自己心態都唔係諗住話想去競爭或者任何嘢，都係最希望可以真係 share the music， 係咯。你做到啦，希望咧my903.com forum 聽眾朋友啊，未必要係佢 fans 嘅，其實我哋你普通一個人，你有耳仔，你有意見嘅，你咪即管俾咯，你係接受噶嘛？接受。多謝晒你 Twitter，多謝有機會再上嚟熱鬧樂壇，好啊，拜拜。